开始在世的最后一周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，称为圣周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程序可能有一些调整，就是我们原先是要从外面进来，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程序全部都是因为教会的不方便，直接就在教会里面来进行。那这个先攻读一段经文，那会有首诗、中诗。本来是要欢呼进入教堂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就进在教堂里面，以纪念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，经历苦难，并且复活得胜。在礼拜中要聆听耶稣的受难死。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平安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与普世教会同庆主的受难和复活，纪念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，并立志追随主基督，与主同背十字架，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：永生的上帝，求你圣别宗之，以欢迎基督融进耶路撒冷，也求你使我们追随他进入永恒的耶路撒冷。求你使我们喜乐地纪念你伟大的作为，他的圣死与复活。他借着作为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永生，这些都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宗之是胜利的标志，宗之游行是纪念基督为胜利的君王。请恭敬聆听福音书中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事迹。现在我们攻读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。第2节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。你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事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：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”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。耶稣就骑上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“和散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和散那。”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合城都惊动了，说：“这是谁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”我们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主基督的逾越圣祭，聆听了第一个宗之主日的史实。现在我们要重演这个伟大事迹，手持宗之，唱着欢呼救主的圣诗，列队走上圣堂，圣堂代表圣城耶路撒冷，宗之象征耶稣的胜利。群众夹道欢迎耶稣，脱下衣服，又砍下宗之铺在路上。我们今天不但在外面游行是庆祝见证信仰，更应在内心向基督君王发出敬虔和感恩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我们当感谢我主上帝。感谢我主上帝是应当的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是配得赞美的，因你爱的作为，借着你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。他在今天凯旋进入耶路撒冷，群众夹道欢呼，铺成衣服，并持宗之呼喊，宣称为万王之王。愿这些枝子成为他胜利的记号。
我们奉主名持这些枝子，永远尊他为王，并追随他迈向永生的道路。他与圣父、圣灵一同永生，荣耀掌权，永世无尽。阿门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在原地踏步。各位会友，我们效法耶路撒冷的群众，向耶稣欢呼。请大家平安地列队前进，在前进时唱和散那，我们就在原地踏步我们一起来唱和散那。现在我们随同牧师，犹如当年耶路撒冷的群众，手持棕枝，向耶稣欢呼，走上上主的圣殿。游行时，我们唱当初群众欢呼耶稣的口号：和散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和散那是希伯来文万岁的意思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赞美的。和散那在至高处，让我们在平安中前进。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起因诗篇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无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成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军队耶和华是荣耀的王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请打开第6页的十里祷文，一起来。求主使我知道如何与耶稣一同受死，切莫如昔日过往的人，以冷漠的态度观看耶稣为全人类所担负的苦。请坐。请坐。接下来是经课，我们先攻读好，我们来攻读以赛亚先知书52
请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，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。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所传的，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刃牙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佳心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。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盗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以上是上帝的圣训。感谢上帝。这位上主仆人就是弥赛亚耶稣，他行事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成为至高，但他却先走上卑微之路，无佳心美容，令人惊艳，又为人藐视言弃。他是为了我们的救恩而甘愿受罚，被压伤，为我们的罪，上帝以他为赎罪祭，使我们得成为义。我们现在用深处我心来回应一段的经文。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
们一起起因诗篇118篇1到2节，19到29节。起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。又成了我的救主。记得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疼痛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他光照了我们。你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接下来我们攻读圣保罗使徒致腓立比人书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圣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效法基督的屈尊降卑、自谦自疑，弃绝一切，成为我们一样的人。他隐藏了神性的荣耀，直到死而复活，再被上帝高举，重显出自己的荣耀。我们主耶稣的受难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到36到27章66节。耶稣在橄榄山上祈祷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那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？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第2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旨成全。”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3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哪，卖我的人近了。”让我们一起来唱忧患自主歌，我们唱全首。山一路，
耶稣被捕。说话之间，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你们可以拿住他。”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请拉比安。”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来要做什么事，就做吧。”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凡动着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”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带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我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但这一切的事就成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犹太公议会自捉拿并审讯，在公议会受审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末后有2个人前来说：“这个人曾说，
我能拆毁上帝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”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。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”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上帝，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：“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，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他是该死的。”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：“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”彼得不承认耶稣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侍女前来说：“你虽然也是同那加利利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寄出去，到了门口，就有一个侍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过了不多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立时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：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赐我处事为人，不像彼得逞强好胜，不认输，不认错。主，我是神所赐的言语、行为背弃你，求主感动我的心，以后永远忠于你。犹大的结局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与我们有什么相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”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：“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”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：“他们用30块钱，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。买了窑户的一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”我们一起低头默想。主犹大后悔而不肯悔改，也不相信主的爱而不得善终，自杀了。第二，主彼得悔改而痛苦悔罪，也相信主的爱和赦免，再度被主接纳而重用。求主眷顾我们的心，都对你忠心耿耿，免尽己责。在比拉多前受审，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他们做见证，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”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巡抚有一个常例，每逢这节期，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。众人聚集的时候，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？是巴拉巴呢，
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？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。正坐堂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：“这一人的事儿，你一点都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啊。”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，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：“这2个人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巴拉巴。”比拉多说：“这样，那称为基督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都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巡抚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！”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生乱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“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众人都回答说：“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”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兵丁的戏弄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我们一起来用回应诗歌《哥哥他来》回应以上的经文。救主耶稣到来见见，背着十字架到哥哥堂，我里面那出生，流出鲜血在哥哥堂。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我的梦境哥哥堂，这泪你是中，我心留住做我主角，每次要你主耶稣，你十字架在哥哥堂，梁上之路几笔为功，古代人在哥哥堂，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，
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聆听下面的经文。耶稣被钉十字架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各个他，意思就是独楼地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撵揪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：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当时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，摇着头说：你这拆毁圣殿，3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？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将来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。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上帝，上帝若喜悦他，现在就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：我是上帝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。从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申初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以利，以利，那玛撒巴各大尼！就是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要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：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海蓉沾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让我们一起用补救诗架来回应以上的经文。3节。因在此
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。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。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庇太2个儿子的母亲。请坐，我们一起用奇异的爱来回应这段经文。安放耶稣于新坟。到了晚上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他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。约瑟取了身体，用干净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自己的新坟里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。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，就去了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次日，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人还活着的时候，曾说：3日后我要复活。
因此，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3日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，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样，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，把守妥当。”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丁同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谢谢读经员这一段的读经。接下来是诗班献诗，诗班要献的诗是《看主施教新颖》。